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几则灾难的消息。中国贵州的苗族风景区是有2栋差厝着火烧，怀疑是因为瓦斯爆炸。这在意外嘛，害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另外，伫咧北欧冰岛的火山是又搁爆发，这个场面是真壮观，咱做回来看。地面中2栋楼仔厝清楚乌烟，隔壁这栋有2个人拄着床单，准备跳楼逃生，也毋过其中一名女子突然摔落来。那这边这栋火烧甲一尾，后来也等看到2个人徛伫泥地顶等待救援。这件火警发生在贵州梨山县的西港苗寨风景区，这有1,000户苗族人家住伫这，是世界上上大的苗族村。查起的年纪建筑真有特色，也毋过8月早起9点50分左右突然传出火警。有游客表示，着火点是一间民宿，疑似是煤气爆炸引起的。警区营运单位也捌讲是消防演练，后来佫改讲是误传。大火造成2位村民不幸死亡，也有6个人受伤。好在在火势伫半点钟了后方拍发。镜头转到南加州，同款互人真惊吓的，也阁有罗林区人，这个位置伫峡谷顶面的高级别墅区。8日当地因为发生土石崩塌，造成地基防救坑，其中12户建筑歪起崩倒，强要落来。消防当局下令民众赶紧撤离，好在无传出伤亡。也毋过土石崩塌的原因也有待厘清。伫这个当时，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西南部一座火山，伫当地1礼拜来测到上千摆地动活动了后喷发，火焰的岩浆沿着地表必顺一直喷出来，形成壮观的火山喷泉。冰岛气象局表示，这是首都史可为2年来第3摆出现火山喷发，当局当密切监控经济发展，也建议大家唔通冒险前往。公司新闻张慧品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日本九州大雨的灾情是愈来愈严重，上无已经有13个所在水崩山，铁路甲公路拢有150个路段交通断去。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罗西亚甲白罗斯的选手会当用个人的身份参加9月伫咧中国办的奥运会。不过，这2国敢有算是伫咧亚洲，为怎样会当参加亚运，这是引起争议。英国《Times》报道，英国政府为了应付移民，每天纳超过50万去互饭店的业者，叫因要保留5000个床位，互移民来住。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欧盟甲美国达成一项新协议，美国的网络伺服器会当欠欧洲用户的资料，美国嘛答应讲会互欧洲的用户更较好的温书保障。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田纳西州一个骹球教练是甲伊的手机落伫咧餐厅内底，去互店员捡到。不过竟然是去互发现讲，这手机内底有10个少年仔互性侵的相片，警方已经把这个教练抓起来。北约峰会今日伫咧立陶宛起稿，瑞典进前申请要加入北约是一直去互土耳其阻挡。不过，即阵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嘛已经同意啊。这个埃尔多安是利用这个机会，嘛呼吁欧盟重新谈判，互因土耳其会当加入欧盟。不过欧盟是表示，这是2站不共款的代志，袂当参照会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甲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车接双双飞到立陶宛，准备来参加11登场的北约峰会。2个人赛后各含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来举行峰会进程的特别会议，针对瑞典加盟案做敲测。会后，斯托滕伯格对外宣布讲，埃尔多安已经同意甲瑞典加盟案送到土国的国会来做批准定书。Completing Sweden's accession to NATO is an historic step that benefits the security of all NATO allies at this critical time. It makes us all stronger and safer. 纽约时报讲，土耳其国会当咧开议，预期到7月27结束。根据芬兰入会的经验，对土耳其国会批准到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干那爱2礼拜时间。Den formella ratificeringen av också Sveriges medlemskap i NATO. Så det har varit en bra dag för Sverige. 埃尔多安伫车集进前表示讲，
土國若是同意瑞典加盟北約，嘛希望講後面會當重啟甲土國的加盟談判，要甲雙方加牽做伙。對這件代志，後面雖強調講土耳其無應該甲兩個加講做伙，毋過瑞典已經發表聲明支持重啟土耳其加入後面的談判。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今日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所以講到帶個大家來關心這人口的議題。目前在全世界生育率上高嘅國家地區，前5名攏佇咧亞洲，上高嘅南韓是干那0.78，不過咱台灣嘛也無人偌濟，是0.87，是排佇咧這上少嘅第3名。也若是對去年出世嘅嬰仔數量來看，咱台灣甲南韓攏是有史以來上高嘅記錄。中國雖然是抑閣有要挖1000萬的囡仔出世，毋過是頭一屆人口數量倒救。所以講中國的人口是已經去互印度拼過啊！印度是全世界人口上濟國家，這人濟人少攏有問題。印度是因為建設對袂到人口增加的速度，好野產者愈離愈遠。也若是親像咱遮，因為囡仔愈來愈少，未來就有欠工的問題。公共場所人來去，真快大路客甲10通通。這是印度第一大社孟買理想景象，全國有14億2000多萬人，被認為是後一個重要的人口紅利國。經過各種數據綜合核算，印度恐驚已經超過中國的人口數，稱霸世界第一。也毋過印度到底敢會當甲中國同款快速發展？專家認為有待觀察。We are fast heading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unequal countries in terms of concentrations of wealth in the population. So it's likely to be the case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re going to be fighting over a shrinking. 非洲國家是另外一個互關注的區域，因為公共衛生漸漸改善，新生兒死亡率下降，加上高齡人口無濟，代表社會福利負擔未受過沉重，更加有能力發展經濟。70% of Africans are under the age of 30. This is happening while many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developed nations, are experiencing a rapidly aging population. 中國是面臨顛倒病的情況，2022年頭一擺出現人口萎縮，因為大環境甲國民生育觀念改變，加速小組高齡化。專家預估到本世紀尾，中國人口會跋超過1億人。中國經濟增長率也會在2031年到2035年也會開始低於美國。中國今後退休年齡可能是超過70歲，那麼這個過程中間必然會導致很大的抗議，會導致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事實上，小組高齡化是真濟亞洲國家共同的難題，人口成長慢，造成欠工問題直接嚴重。另外，像氣候議題，也是糧食安全，攏正做後一代人艱難的挑戰。公司新聞紐約編譯。中國的經濟爬袂起來，失業率增加，所以講有一寡中國的少年人就開決定家己擺檔，家己做頭家，安尼工作的時間會當更較自由。也若是佇咧香港，因遐少年人是面臨厝傷貴買袂起的困境，所以講香港的政府就甲一寡飯店改做青年宿舍，要住咧內底的人，逐年攏愛做200點鐘的社區服務。認真調製飲料，親像佇吧台工作，為遠遠看來，伊是佇汽車的後車廂內底。中國經濟差落，失業率增加，少年人工作歹找，有人甲後車廂甲當作餐車，會當開到倒都未到倒，直接佇路邊就會當賣飲料。去洗車啊，或者說當老師啊，什麼的我都幹過的。但是這個疫情下來以後，可能他們需要的人少了吧，找不到那種兼職了。中國就業市場萎縮，少年人影響上大，規期改排檔做生意，那工作時間自由，也當家己控制工時。中國青年面臨就業困境，香港青年是拄到大數的難題。不過為了讓這少年人有厝通住，香港政府推出飯店轉做青年宿舍。Hello， 歡迎嚟到我哋嘅房間啊！房間門實開，雖然細間，不過啥物攏有，眠床、衛浴設備、廁倒啊，想要煮飯，我哪有公用廚房？開頭就要揼成10零20萬，即係已經最 basic 㗎啦喎。咁我哋就唔想咁樣，因為如果我當咁樣出去1年簽約1年死約啊嘛，哇！我諗我呢度都慳咗個首期翻嚟。
大入去青年宿舍，每个月干4100港纸，差不多是台票16000，就会当做差不多9平的空间，比起附近的所在俗3成。相关的计划锁定18至30岁，每个月收入无超过2.5万港纸，差不多10万台票以下的人，当年都还阁配合完成200点钟的社区服务。香港政府都是希望透过补贴解决少年人因为租金升悬无法度独立税厝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荷兰16世纪的时阵，国力真强，要殖民真侪国家，伊嘛怎甲人珍贵的文物拢炸走？所以讲，这几年有真侪荷兰以前殖民地，就要求荷兰要甲古文物还互因。亲像昨荷兰就正式甲100多件珍贵的文物还互印尼。不过，这项考古文物爪哇人的骨头，荷兰是到即阵也无愿意还。因为这爪哇人是去互人认为讲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对研究人类的演变有真重要的地位。有荷兰的学者就认为讲，这款史前的遗迹无属于任何现代国家，因澳洲就算是印尼，无必要还互印尼。设在荷兰内顶的荷兰国立民族博物馆，荷兰甲印尼政府完成签约仪式。荷兰甲印尼伫咧印尼殖民时期收过来珍贵的文物。正式还互印尼政府。We are really delighted. No, this is a very historical moment for both of us. I think Indonesia and Netherlan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荷兰政府伫咧顶礼拜宣布，甲荷兰甲斯里兰卡殖民时期所抢的文物，拢总400多件还互印尼政府。这个还互印尼的文物内底，包括13世纪雕刻的寺庙柱像、珍贵的珠宝，也佮有互合作是两百多珠宝的黄金制品等等。For example, these statues that are standing behind me, they have a particular role in rituals. So bringing them back, meaning that we would reintegrate them into their cultural context. And that is, of course, of symbolic importance to us. So it's a historical important moment, not only for, I think, the Netherlands and Indonesia, it's also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the world. 荷兰伫西元1602年成立东印度公司，1619年征服雅加达，得到真侪香料、甲贵金属等等的矿产，而且佫甲当地文物抢过来。东印度公司破产了后，1816年由荷兰政府接管。荷兰1942年战输日本了后，退出印尼。日本占领印尼一直到1945年战败。迄一年8月17，印尼宣布独立，不过荷兰是唔承认，使用过度的武力来镇压。一直到1949年12月27，才宣布印尼独立。针对这点，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2020年3月捌亲身访问印尼，当面甲印尼政府会师礼，嘛承认印尼的独立纪念日是8月17。这几年，包括德国、法国、甲比利时等等的国家，拢已经渐渐甲印尼伫咧东非殖民时期所抢的文物还互印尼，嘛对过去殖民的行为做反省甲赔礼。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荷兰内阁总时，总理吕特宣布退出政坛。这个总理是已经做4任执政13年啊，是荷兰在位上届久的总理。这阵若落任，阁要退出政坛，互大家拢带一条。Gisterochtend heb ik het besluit genomen dat ik niet opnieuw beschikbaar ben als lijsttrekker van de VVD. Bij het aantreden na de verkiezingen van een nieuw kabinet zal ik de politiek verlaten. 荷兰总理李特拜伊伫国会发表谈话的时阵，宣布新政府形成了后，就会退出政坛，袂阁竞选第5个任期。也若互伊做这个决定的上尾一个因素，就是伊领导的右派政党自由民主党主张对寻求庇护的移民亲属设限制。不过联合执政的4个政党有2个党无同意，结果致使内阁总时，国会嘛得咧解散，上紧会伫11月份举行大选。也若代志向安尼发展。选民的反应是无啥共款。Well, it was for me actually quite a surprise, not expected, and I think it's a bit of a shame because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we had already so many elections. Would you like to see Rutte elected again? No, I think he's pretty much done. I think he's a fairly decent manager, but I think he lacks vision, and I think he's overdue. 李特今年56岁。从2010年以来，领导过4届联合政府，执政要13年，是荷兰在位上久的领袖。伊原本考虑敢是要竞选第5个任期，不过最后做出让人感觉真意外的决定。李特表示，伊会留任看守总理，不过反对党认为讲伊已经失去民心，
华讲要伫国会发起无信任投票，希望随改罢免。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伊索比亚泰戈瑞地区来战2年，民众要其实长。这个3比8的囡仔10岁，煞干那10公斤，而且佫有真济这款同款可怜的囡仔。所以讲，联合国是按算这个月要佫开始送物资去予泰戈瑞地区。小山路肉倒伫白床的，这个严重营养不良、体重干那有10公斤的10岁查某囡仔，倒伫这种孤人的眠床，眠床看了也真快。እኹል ናይ ምግቢ ሓገዝ ዝበሃል ኣይረኸበትን ምግቢ ሕፅረት እውን ነይርዋ ይዋ ብሱ ክትወስድ ከላ ብፀባ ብገለ ጌርካ እዩ ዝውሰድ ነይሩ ግን እኹል ምግቢ ኣይረኸበትን ኣይረኸብ መጀመርያ እውን እኹል ምግቢ ኣይነበረን非洲国家伊索比亚北部的城市泰戈瑞，2020年11月爆发联邦政府甲州政府的内战。这场泰戈瑞战争延期2年，一直到去年11月才冻点。今年6月底，路透团队伫2年了后，头一届去泰戈瑞探访各地病院甲难民营，看到因为战争致死饥荒、有路无厝的悲剧，尤其是饥荒，让这块土地人民陷入绝望。目睭内敢若纯悲伤。 ምግብ እጥረት ህመም ከሚጠቁ ህጻናት ቁጥር በጣም በበለጠ ሁኔታ አሁን እንዳለ ይገባኛል። ስለዚህ መኖራቸው ብቻ ሳይሆን እነዚህ ልጆች በአግባቡ ማከም አለመቻላችን ደግሞ ሌላ በሽታ ነው የሚሆነው። ስለዚህ አሁን አክመን እንልካቸዋለን ወደ ቤት የተሻሻሉ ቤታቸው ሄደው የሚቀመስ የሚበላ ነገር የላቸውም።联合国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今年2月泰戈瑞600萬嘅人口內底，5%有嚴重糧食無安全嘅問題。 泰戈瑞1億2000萬嘅人口內底，都有2000萬人愛靠援助來度日。不過去年11月停火了後，雖然世界糧食計劃署甲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恢復援助嘅工作，今年初閣因為物資去互使用，暫停發放。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按算7月份會當重新運作，而且會強化監管，確保糧食會當送到真正有需要嘅人嘅手頭。公司新聞張如平編譯。 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閣予人號做鳥島，不過今年初爆發鳥災，已經超過30萬隻鳥仔死亡，而且這調病鳥仔一隻上濟愛開到24萬的代票才醫會好，主人根本就負擔袂起，這疫情才會愈加愈嚴重。Hi baby, oh my God, I want to take him home. 見到人就念天地，愛人共鳥啼，不時就鳥鳥叫。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 是出名的鳥島，鳥咪的數量有幾百萬隻，差不多甲人變做，行啊島看啊島，個性親切，感化袂少人的心。不過，這款鳥咪最近煞碰到生存危機，年初開始因持續感染了冠狀病毒，引發鳥傳染性長型 FIP 一隻來死去。What will happen if FIP continues to mutate in Cyprus is death. The numbers of cats will be severely diminished, and it's not just that they're dying in excruciating pain. 鳥咪得到 FIP 了後，有發燒、腹肚鼓脹、氣力才會症頭，有時閣有攻擊性。Cyprus 農業部講，目前已經有100隻鳥咪死於 FIP， 不過動保團體認為，實際死亡數量比官方數字閣較懸。將個到達，至少已經死去30萬隻的鳥咪。 而且病毒閣咧繼續感染中。The viru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approach and the aggression, so it takes over all of the body after the mutation. So why the mutation is happening and why it's happening more often now, we don't know. Okay, it's very strange. 鳥咪為着冠狀病毒，唔是無藥可治。不過即賣2種藥啊，其中一種無通過當地政府授權許可。 另外一種進口藥是介紹相關，一隻鳥愛開3000到7000歐元，大約10萬到24萬台幣，才會當治好。動保團體和飼主攏無法度負擔，有的民眾只有犯法去網絡買烏市藥啊，不過來路不明的藥啊，可能有未知的風險，鳥咪感染的問題嘛無解決。動保人士批評，故使鳥咪死去，等於是苦毒鳥咪。若是政府無提出辦法。 鳥島落尾恐驚會變做死鳥島。Cyprus 政府講，正在研究歐洲相關的治療藥品，會全力來搶救這寡鳥咪的性命。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
网络平台抖音这半年来是流行一个跳船挑战，是对驶真紧的船顶跳落，看起来是实在真危险。上无已经有4个人死亡啊，大家都千万唔通学。挑战者徛伫船尾，伫游艇高速行驶的时，直接把是倒向下跳入水中，人也真紧河水淹沉，画面真惊人。It's killed 4 people already. I think 2 or 3 people broke their necks, and then another one was ran over by the boat. I don't understand, especially with Gen Z in this day and age of information, how kids are still falling victims to these challenges. 就算危险，犹原有袂少人大胆来试。成个人甚至拢上传抖音平台来点。美国阿拉巴马州当局警告，最近半年来有真侪人在流行进行的跳船挑战，已经有4个人因为为高速行驶的船顶跳入海中，造成阿妈棍断气渡水死亡。其中一个人也是做人的父亲，迄当时由伊的家后甲3个囡仔伫船顶替伊翕影片，说意外翕到父亲因为跳船挑战来死亡。快速流动的水的时候呢，你跳下去，它造成的效果就好像一个人跳到水泥地一样，好，所以它会导致这些身体的一个骨折。如果造成是颈部骨折的时候呢，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个危险，可能会全身瘫痪甚至死亡。医师警告，无论是这种跳船挑战，也是金礁船顶水上游艇，拢爱注意船只的刷动，会造成水面变得像南马空头同款的顶，爱保护好头甲阿妈棍，才袂造成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